人讲小贪软家人，这马祖华顺队有一名姓林的中校参谋主任，知影部队罐头定定有剩，就和其他的海巡军官、士官也有朋友呢，甲一罐罐头独占，这64箱拢寄回台湾，互亲戚朋友。检方今仔日侦查终结，依照贪污等罪嫌起诉这姓林中校等7个人，其中这姓林中校也有社长的上司，已经互免职甲停役处分啊。 为什么连罐头也要贪？这前底裤牵拖10个人，互扣掉了以上新闻。伊是马祖华顺队4年的中校参谋主任。今年3月，马防部传出欠缴粮食了后，就连海巡署金马评分署也被检举后级别高官涉嫌贪污，理由就是幕后指使者，甲部队罐头找做家己使用，则被检方侦查终结。依照贪污这罪嫌，甲7名海巡的军事官这人来提起公诉。 多次将公安巡队同仁食用的食品罐头，以偷天换日更换包装纸箱的手法侵占入己，所图者纵然只是小利，但所为非但败坏官箴，更严重损害安巡同仁形象。 因关领罐头配发的4年的中校，对昨日开始，定定发现存粮有剩，就及时报销，先提起报废库房去放。搁找4个海巡的军事官分工，将罐头的纸箱啊换包装，经由交通船大马支签，有64箱对马祖私运转来本岛。伊的2个朋友伫台湾接应，甲泰山、乌北部也有福隆、牛林头刀这罐头分散给亲戚朋友，查扣到的罐头超过300罐。 为防杜类案再生，金马棚分署已全面要求各案巡队落实库房罐头管理，加强指派高阶人员定时清查核付。金马批分署回应，在案4年的中校甲4长的上司已经有免职甲停役处分，其他涉案的人员调整正做非主管的职务。这是60几箱的罐头算算的，加几万块利益，只是先出贪念来犯案。检方讲败坏做官的界规，警告后前途拢乌有去，实在是真正袂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